其他地方来台湾旅游的时候，我也是给他们讲，你们去台湾的山水那些，也有一些地方是很美。我听说那个玉山啊什么的，阿里山啊什么的都很美，我是没有去过，但是应该也是很美。但是最美的是台湾人的心，所以你们如果是在台北市或者是在哪里住下来，然后再去看一下逛逛街或者是什么。那个时候你们就看到了台湾人的心里的这个美，如果是你看到的，回去会有用的，教育你们自己的小孩，都是会很有用的。我都是会这样跟他们讲，不然你们就是按照那个导游带你们去，这是什么特别的宝啊？这是什么那个国家级的什么保护的那些。当然，这些风景来说到，到处地方都有。实际上来说到，就尤其是一个大的地方来的一个人，他如果去自己的地方找的话，也是一定是会找得到这种，就是比玉山、比阿里山更漂亮的，比清境农场更宽阔的地方是一定有嘛。这些是实际上来说的不算什么，大海是到处地方都有，所以就去大海边也是不怎么样嘛。实际上来说的话，但是最美的是这个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在念极乐净土的体验文里面的一些净土的庄严的部分，跟一些诸佛菩萨的净土的庄严的部分，我们念起来就听一听，那一定是会非常殊胜的，非常舒服的。那这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净土的主要的它的这个怎么说呢，风景跟它的这个环境的优势。但我们实际上想一想，现在很多地方。因为人类的经济发展，然后就是特别就是要自然的一些风景以外，也是人类特别去怎么说呢，人工制作的那种风景也好，湖水也好，各个方面，那么就是花花草草等等各种各样的，包括很多的那种野生动物啊等等，这些都看起来的话，那就跟天津一样的，那就看起来像整个就是所有的这些怎么说呢？净土就是西方极乐净土啊，这些地方，就是没有说那个地方是泥土的，石头的，都是说各种珠宝、各种珍宝组成的。但是我们虽然不是各种珠宝，但是看起来呢，就是跟怎么说呢？绿色的草地也好，天空也好，地的这种美丽，全部都看起来跟净土一样的。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因为净土里面住的都是诸佛菩萨，没有烦恼。人间再美的一个公园里面，走路的都是众生，有烦恼的。走到公园里面的很多众生都是，也许可能不健康，所以要运动。心里一直想，哎呀，多走一点会不会身体好一点？走太多了会不会又不行？等等这种。那有些人就是谈恋爱那个时候算是比较开心的，就是去公园里面就是散步，跟男朋友、女朋友一起的时候，但也是很多要求吧，心里面一直想，我有什么办法就是把他让他听话，让他听我的话，我必须得要聪明一点啊，不能吃亏啊，等等这种，一直都是在脸上显出来的表情不是这个样子，但是心里一直都是善意对方。这就是众生。那在公园里面走路的所有的人里面，这个人才是算是我们从实践里面来讲的，可能是最幸福的，对吧？两个男女朋友，他们感情都好的不得了。那最好的时候，去公园里面，那算是最幸福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心里面一直在算计，而且一直都害怕失去他，害怕我对他的面前没有价值，又要注意这个，又要注意那个，注意形象，注意说话，注意各个方面。然后很多时候就是生气也不敢生气，不要发怒也不敢发怒，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心里面的很多的那种痛苦，实际上都是痛苦啊。那其他没有，在公园里面没有比他们更幸福的，但是他们都这么痛苦。那其他那些要做散步的，那有些人就跟家人吵架了，跟心里就难过，又跑过去在公园里面坐一坐，自己是这样。有的时候自己就让自己多累一点，就是会不会忘记这个事情，就要跑步啊等等各种各样。
所以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，众生的心不同，环境其实实际上都一样的。我们在人间的这个娑婆世界，实际上来说呢，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。对于释迦牟尼佛以及菩萨们来说呢，就是没有一个这种娑婆世界的不清净的存在，都是清净的，清净无比的，非常殊胜的。